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雅平頭客家體學堂。佢來到南華戶參加2015年客家話初級班嘅畢業典禮。一隻班係香港同馬來西亞合辦嘅，他由於兩地分隔，我哋請可以分開來舉辦畢業典禮咯。我哋香港入邊總共有22隻學員，其中7隻來入南華戶上實體班，那我15隻參加網課。入嚟參加畢業典禮嘅同學有10隻，連頭數主辦單位嘅人員學員嘅家屬朋友有超過2000人參加。有隻就係典禮嘅司儀林珊妮小姐咯。首先佢介紹籌辦一隻活動嘅負責人，客家體學堂語言學家劉振發教授，香港基督教南華部崇正堂嘅林富賢長老，還有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嘅莊傑雄博士。而且你接落去，我哋部分嘅講話並有聽。無論係網上或者實體班，同學都好認真。後舊年嘅實體班嘅全部都可以及格畢業，但有2隻咧係咧攞到好好嘅成績嘅。網上班也出現咗好好嘅成績。雙語人咧，就係崇cam堂客家文化節參認識廖教授，我今日都有請佢講下啲客家話啦。以為喺在我隔離一攤要間課堂，就可能識難啲識人要齊上下堂學下都好啊。誰不知咧，就暑假先時亦都少到嘅廖教授先時得，我哋要數分辦成咧咁樣喎。全世界懶人報名都可以喎，哇！咁就一來一強個個都答應佢啦，咩就做咯咁樣嚇。所以先交代埋做嚇。所以頭嗰2堂大家發現在網上嗰條唔咩好順利係咪啊？因為咧係難教嘅，所以分組嗰陣時都有啲混亂，對唔住。不過大家好合作，搞掂晒。莊博士看到我唔聽嘅，就企出來，好，我同你講，咁樣嚇。所以就之後咧就好順利，我就每一堂咧都條在這邊聽下老師好又靚妹又靚仔。講到客家話又，哇！仲好過我老人家，我所以當都在這邊一路跳數，都好教嘅。我要看到在聽喺度實體嘅學生非常之開心嘅，每到上堂咧，大家都好開心嘅咩啊！就係人識堂學開歌，我覺得就3隻客家話班咧都辦得好好嘅，就特別係要一個實體嘅要個地方其實我喺太埔嘅原居民來喎，我喺太埔嘅黃灘村，啱邊啲打國人，睇你假接無客家人，假接無嘅面對客家人，我就發現個好得意嘅事情，就係咧，我哋一啲兄弟都係講客家狀態喺度咧，見他講下就一班，覺得好辛苦講客家，因為見他時代唔同我嘅。寫時同阿婆講客話時咧，都喺條農村喺度生活嘅同時嘛。見咱哋讀書喺度同時咧，就好像講到啦，要用客話推嚟就收費。所以我覺得呢條客家班咧，應該都係喊佢哋來學喎，因為時代唔同開，愛學一條線一條東西，老嘅東西後講，線嘅東西後講。天責想法都係咁樣啦。天嘅就係咧，去上下壓條因為啲傳承嘅客家話，其實你咩客家人冇乜所謂嘅，佢覺得要一隻加設講錯冇所謂，都集都講錯埋，個個咪最重要啲把笑，你講錯咪講錯咯。是呢而家係見到啲學咧。除開咧機會元老級嘅前輩啦，還有我哋實體班、線上班咧，老師其實都付出開好多心，去教我哋啦，改我哋嘅作業啊。其他我想介紹線上嘅助教老師潘凱喬老師佢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心得。
我同阿咪咧都係檢拜客家話初班、兩雙班嘅初教。阿咪係客家人啦，所以我都係算係班就客家人。其實咧可能大家聽得出來我客家話唔係講得很好啫。我客家講得最流利嘅話咧，就係我唔曉講客家話，同埋我唱曉講啲實在。我係最近1年正好勤力去聽啦、去講啦、去練習啦，平日在在屋企留阿咪用客家話傾偈啦，每日都翻英語啦。我有中意看劉教授嘅 YouTube channel 客家太學堂我會當佢喺 podcast 上聽。我發覺香港人最近對客家文化特別關注有好多活動都係同客家東西有關係去年1天，我參加咗一隻沙條角文化協會嘅義工活動，佢哋帶佢哋義工去認識沙條角附近一條客家村啦，好像荔枝坡梅竹林甲塘所以我係去做義工嘅，去做公攤嘅冇錢冇證書但係我自家學到嘅東西看到嘅客家文化博大精深然後我鼓勵我越來越想去認識我哋自由台邊嘅文化。我細時候咧每擺去自由台附近，我都聽我哋同佢講客家話，但係我就冇特登去學。但係我見聽到客家話咧，我就覺得特別親切，所以我有機會做客家話初教咧，喺留阿咪車去教學生咧，其實係好開心嘅事來雖然我哋都係義工來教學生啦，但係我在過程中學到嘅東西都好有價值，因為我都算係客家話初學者啦，我明白第一步要結難。所以各位同學來到今日畢業禮咧，大家好叻啦！人咪注重田，不忘注重人只係冇聽幫自家注重講嘅吧？係咪？我希望2026年大家繼續學習啦，希望劉教授教多啲發通啦，開啲開隻客家話總班大家又可以一齊做同學。潘老師嘅客家話係咪好好接下落來咧，我係有請幾隻畢業生啦，同大家做分享嘅。原來好多同學都冇呢隻客家人嘅背景喎，大家都好認真學，佢講得好像客家人唔標準，所以對於我作為客家人來講，我都有啲慚愧嘅感覺，係啊。今天咧，我就有請啦City Call 嘅同學上來同大家分享下學習嘅感受。我哋學校介紹自家滿人嘅生命年紀介紹客家人講地方講時間先生每禮拜都有聽亞調嘅錄音後細心改善亞調嘅發音。多謝各位同學，最期待嘅就係同大家同下練習，同下講錯，同下笑。我之前都學過好多語言，西班牙語、法語、德語、粵語。學得開，但用的時候，後開就唔記得。一下上堂就試下唔看筆記，專心聽先生講、同學講，記住客家話嘅發音。行街嘅時候，用客家話自家同自家講話，講多聽多就好。期待劉教授再攀班同學繼續向下練習。
我上學客家話係因為我去梅竹林留甲塘做義工嚇，我上留村民講客家話，我後反而簽到nhà里客家班嚇，我覺得教得真好嚇，每堂課筆記好仔細嚇，先生都好有耐心嚇。nhà里70學生，先生愛聽功課，辛苦咧。nhà里每隻錯書嚇，先生都會錄音俾nhà里聽嚇，好細心。nhà里講得唔好唔緊要，講錯咧，先生會教。學習氣氛真好，我每禮拜都盼望去蘭花鋪。今天呢，超嘅辦法變一戰術嘅環節咯。識字班減樣課要6隻學員，得到要2嘅成績，其餘大部分都拿到及格嘅證書。變1.2最後就係茶點嘅時間咯。大家除咗享用到客家茶歌，還有異開人嘅交流。希望繼續舉辦客家初級班，另外也計劃加開中級班，等啲同學繼續進修。詳情請注意我哋嘅公佈啦。還有我哋有一位喺荷蘭嘅學員宿舍，也講話非常精彩，也葡萄牙人，以前係唔識客家話嘅，開咗10堂之後咧，都講得好流利喎，而且發音非常好。而後面做到嘅咧，相信大家都想知道嘅，但係由於時間嘅關係咧，我會喺下一節獨立播出宿舍講話，而會分享嘅學習秘訣，請大家留意啦。好啦，我今日超講到呢度，多謝各位。